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福起来的好好运动这个单元哈。按多习来哈，感谢大家哈，同俺共下来练习这个太极拳咯哈。你感觉讲，这太极拳哈，越练哈越神奇哈，因为刚开始练的时候，俺们马界都唔低，那慢慢的练较多时了后哈，俺的手啊脚啊。 个之间呢，慢慢有一个规律哈，完全听通，完全不用松，所以你要慢慢练习出来嘅哈，大家人都共款哈，所以恁一句话啦哈，身体要轻松哈，其實係慢慢從緊張地步練出來嘅哈，恁兩禮拜呢繼續來介紹，前每嘅一個恁兩階段呢一個。 通作14首同幾年，14首同幾年哈。我哋那時候看呢14首按樣順哈來做哈。按做14首嘅時候，我聽上一擺按做到移風四臂，移風四臂嘅時啊，其實你係係一個 at 哈，一個 at 嘅 sheet 哈。 從移風四臂開始做14首，身體慢慢潛到後背，坐下兩隻手略略變平，手心略略朝下背向下背，熱嘅時兩嘅氣息要分清楚哈，正腳係實，左腳係氣哈，氣腳是在聽痛，完全聽痛。 停腰向下聽痛啊，腰帶手帶腳，腳聽痛係腳趾都聽痛，唔好腳踭都聽痛哦，腳趾聽痛嚇。好，轉過來1、2，帶到正片90度，嚇，帶到正片90度，你係腳，手完完全呢，手過來嘅時啊。 兩隻手慢慢分開啊！左右片略略分開來，略略分開來，唔好太高，唔好太低，差唔多目睭嘅高度，手心略略向前，2、3嘅時候，身體從正腳曬到左腳去哦，兩隻手呢，身體曬嘅時。 慢慢變落來，差唔多到了。你係左腳氣左腳實，正腳氣，所以氣息變化當清楚哈。刷落來，正腳是在聽痛，因為佢係氣嘅。曬到轉來，半步，收到呢行，左腳順行，肩頭卡土。 收切，收到轉來時，你兩隻手向下做一個14，安尼，你是按照14手，安尼過來做一遍哦，從那個移風四臂開始哈，移風四臂14手，1坐到後背，手變平，2。 右轉，帶手分開，帶左腳腳趾回90度倒轉來。3，身體曬到後背，坐好坐正，兩隻手呢變落來。4，正腳變鬆，氣是在聽痛啊。後背收到轉來，半步，停左腳呢肩頭闊，兩手向下。 飛起來做14，飛起來時注意正手同冇擺，所以呢飛起來時正手同冇擺，安尼手心向地擺，你呢是唔得特色，慢慢按闊，差唔多兩手嘅肩頭安尼，然後14手，過來做一個幾年是講。 恁打拳打到一個階段的時，歇困呢，咱就收到轉來，
练成手哈，热，你手哈自然，手心转动下摆，身体慢慢起起来时，手慢慢沉落去，热，变到凉。啊，你也是很难，这样开始做干嘛？应该EP式啊，按很忙做EP式之前，是一个起降的位置。咱回到咱个起降，收得进来。你也是按照几年，几年，好，咱俩过来填了个二方四臂14手，几年，几个过来做一摆哈，二方四臂，好，14手。1、2、3、4，收得进来了。几年？先晒到照片，金脚脚趾打开。个晒到镜片，做脚轻轻、轻轻松松收到进来，身体不用降，不用松，好，安尼是，安尼这个阶段个差不多15时个太极拳的招式哈，慢慢安尼是会熟落来，好，安尼了味道了解安尼练的过程。可能就我遇到某个问题，咱请一个学生先上来，先来看佢哪做，哪题，看哪项有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是咱乡亲朋友的问题好，咱先请两位同学来量哈。好，开始EP式。两只脚平向头前，起势，你手轻松轻松就好咧，唔好用力咯。好，过来做旁。近旁、右旁、里、接、at， 就是这个气息变化。单边。相反，就是这个气息变化，停身体向下走手脚总好停身体向下走身体要停腰带走唔好自家精彩走过来提手，靠。好，两位注意那个手心向后摆，是唔得太用太力来拱出来，略拱就好，拍壳两日。好，两个手略拖两人呢，仰头顺向把上摆，做溜切后扑。手挥琵琶，做溜切后扑，这个手停腰顺势挥一个人口，用腰送出去。好，
过来做一个手挥琵琶，掠蔬菜唔是加练几遍做下冇关系哦哈。哎，安尼就较熟啦哈。做了切后铺，煎铺板烂锤。做后背的时要较轻哦。正脚上半铺就好，唔好太太铺。左脚较太铺就唔怕，肩头用要送出去哟。移风西壁。移风，这里按照西壁，好，过来14手，先搓后背，两手打开，晒到将你左脚，手正脚入来，14交叉，好，过来归年，好，这个休息。好，落来这个同学哈，嘿，将安尼慢慢来做哈，唔是太紧张，做太拼哈。其实你太极拳哈，你这轻松做哈，你感觉就好啦，哈。因为你做的时哈，其实大家哈，把握一点就好，啊。那练习讲，爱紧闭身体，气到内行，爱是表到内行，气到东昂，表东昂，啊，表将表好。其实镜片，表镜片，用表的啊，而且用表东西相款，那表好些，啊无佢跌落去，可能磕坏皮嘞。身体嘛相款，仲好表将，哈，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咱练太极拳哈，是系一种的习惯啊。不管行路也好，我哋一讲行路，咱本来我就讲过啊，太极拳哈。起的时是在练，行路是在练，坐的时是在练，笑的时是在练。我哋略略同大家分享下，起我哋讲过了哈，分气心嘛，你是在起正脚，起左脚，哈，係我哋當道嘅鄉親朋友啊，那講啊，平常做些列道，你從喺度起嘅哈，練親就學到來。啊！哎，一擺用一隻腳來起到好了，唔好兩隻腳去起哦，啊無起1點鐘、2點鐘，哦，叫你啊3樣都耐唔得哈，好起分氣息。行路嘅時呢，咪有分氣息啦。除了分氣息了後呢，咱下人說啊，變好些，譬如講我哋行路，身同身體變好些頭，正腳、左腳變輕鬆呢，慢慢打開，你看，哎，我哋重心係到正腳哦。我哋行變到正腳，慢慢曬上來。哦，你曬到左腳來了，哈，正腳變平咧。啊，你咪係吸，你係氣啊。啊，那行對後背氣嘅時咪相關啦。你看，行對後背來，哎，後腳吸，前腳氣，我前腳變平了。行對頭前氣，哎，你看，頭前吸。後腳氣，所以鄉親朋友哈，平常哈，有一個運動當好啊，你說分氣息啦，慢慢分，是唔得啦，分一腳哦，分踢腳嘅時候，我感覺怪怪，體質怪怪，天意呢唔會出力，譬如講哈，我哋嚟分本鄉親朋友看哈，咁呢 EPC 嚟講哈，看啦，安尼。慢慢做的時候，安尼踏步啊，你就感覺講，哎，輕鬆就做。啊，你做一腳啊，就變咧。你說分唔出嚟，你隻腳是在變輕鬆，因為你總係用力去做咧，哈。好，安尼嚟EPC啦，其實哈練習嘅時啊，安尼是在練了氣息分開，哈，氣息的練習，啊，你就練呢。你看啊，曬到正腳，身體平靜，哎，身體哈，你係左腳氣，正腳息，慢慢曬，好，
你看啦，我哋晒到左腳，變左腳實正腳氣，佢哋實在係困了，嚇，呢片氣都好咧，嚇，晒過來時呢，變呢片係困咧，呢片氣，嚇，所以你係練太極拳哦，唔係講凊彩，安尼起來起去嚇，好，安尼金比嘅，那個14首同幾年就介紹到了位。感謝鄉親朋友收看，也希望下一集嘅大家過來繼續收看呢個福氣來的羅拉大家。